人称剧场女神的39岁艺人谢盈萱，去年凭着电影《谁先爱上他的》，先后夺下台北电影奖及金马奖双料影后，堪称大丰收的一年。岂料人前风光的她，户头里的钱却没跟着水涨船高。今年农历春节，谢盈萱只能勉强包台币1200元给妈妈，最后妈妈还不舍得回包1万元给她，让谢盈萱感到很愧疚。据苹果报道，去年谢盈萱得奖后，外界以为她名利双收，然而身边有人爆料，谢盈萱今年过年居然连红包都快拿不出来，因为她户头仅剩1万元。谢盈萱勉强包了1200元红包给妈妈，没想到最后妈妈还回包1万元给她，让她非常惭愧，觉得自己很不孝。据悉，谢盈萱过去受访时就曾经坦诚自己经济困窘，她透露自己最大的花费就是交际费，比如去探班就要买东西，一群人出去吃饭。身为姐姐的她就得付钱，你已经是个姐姐了，你就得付钱啊，总不能让弟弟妹妹们付钱吧？我以前也是很多姐姐们帮我过来的。此外，由于她的艺术家性格太挑剧本，也让工作量一直都是少的。谢盈萱曾坦言，只能很感谢在你快要断粮的时候，突然来个你可能想做的事情，但该要赚钱的时候还是要去，这是我该学习的。